亲在网上随一单子，几点苏州最好吃个物事，拨你算算个叔叔。鸡腿米半斤，醋馒头2只，咸猪油干2块，肉馒头2只，菜馒头2只。 肉个饼5只，特级菜青半斤。哎爸，鹅肝也挨了。昨天买还多啊，把冰箱里哇。鹅肝1斤。那个搿介绍个腌制么到几点呢？至少1点呢。你一个人没冰箱开，哎呀的！现在每个礼拜六四川，来里侪拿空气炸锅出来洗，花生米升级腌锅，两是发做黄菜。用不了多啊，动力2只是有。 蔬菜，确实蛮好吃的。那别想，我说是别想。海澳香也特容易，海澳变香也特容易。来了呀，我们是哪里海了？搿它2根。2根，你哪看得见？啊，那今朝侬开呀多它，一海个嘞，不是好没办法。你到娘到了海里做啥？减肥、减肥。啊，拿个菜从山城里浪菜下去啊？搿么万一下头有人哪办呢？ 万一你最好，那说明你到了你吃菜啊，懂？哎，搿么坐辣一搭流浪人，侪从流浪菜下去噶？很正常的。等大爷开直播啊？开么是开，现在是开呀，喽。烧烧鸡腿、送灵芝、焖肉、肉个饼、野梅果。一房1904。啊，对。我给他放里边。好，谢谢你啊。送海灵芝，安山饮，给我搞漂亮一点啊！今天中午小鲜肉要请我吃饭。怎么年轻怎么减啊？好，最后减完了以后，54变44。34。我上次给你看了头发美不美？好的。你的粉丝都说经典，所以我又来了呀。你剪下来了这么多头发，会不会很短啊？不会，还有造型的呢。好好好，关键是造出来什么样子？造出来就是赫尔本的。不是赫尔本，赫本。赫本，啊，这赫本。风扇开一下好吧，我热的不得了，汗都要出来了。这里应该开空调，不好意思开。现在没有吹，对吧？啊，真的有点像奥黛丽·赫本的。那现在我干嘛？马上洗头。哦，还要洗啊？哎，对。这次我的眉毛不怕水了。闻过了，看得出来很漂亮。头发一弄，心情就好。心情一好，胃口大开。前面看一下，很饱满，看到没有？再看看这边呢。我去问问看，我们一起吃饭的人，看他们怎么说。吃饭的地方，单亲，芝麻开门。哎呦，毛单个人不来了，谁吃特杯茶？上日非盯来我看呢，难为情个呀！人家在家呢是一来一片的。我再听见难了讲，礼银公司。做这里可以吧？哎，很好很好。你怎么墨镜口罩啊？我上海戴惯了，今朝头发烫得老好。哦，少一呀，当侬活人呀，晓得不啦？哎，侬手脱了吧？哎，你这个秋膘贴的不行吧？人家都是秋天来贴秋膘了。今天是吧？顾客看上了香弟弟的包，你看，在这。我一朵花了呢，像有斑斑，屁嘛。凉菜啥来着？酥山鹅、山羊鹅到年干，开吃。最不好人，职业病，2个人都犯了，不客气着。哎，每个人一个5块，一个4块。现在我看外头吹风，外头是就是。